好，來繼續來看阿強啊，昨向太平洋公海的海域來試射着戰略飛彈，企圖要來嚇驚。賴總統甲美國、日本、澳洲等等的國家同聲來譴責。另外，咱的國軍昨開始小連續3天，佇屏東的外海進行着實彈射擊的操演，展現要來保護台海安全的決心。飛彈射出去，飛向天頂，真精準，拍着目標。為着嚴正防空部隊，國軍為昨開始就小連續3天，佇屏東外海進行年度新疆新英頂實彈射擊的操演，除了進行復仇者飛彈系統、綠色劍二飛彈甲 DMS 雙聯裝，更是頭一擺進行人員用驚嚇型發射刺針飛彈的射擊，攏拍着目標，展現部隊平常時所有訓練的成果。在此同時，中國官方媒體曝光，中共的海軍佇昨向太平洋公海海域成功發射一粒戰略飛彈，並且宣稱飛彈準確落入預定的海域。這嘛是解放軍頭一擺展示具備二處的核打擊能力。時間選佇77紀念日的前夕，有針對日美同盟的意思，唔但日本爾，澳洲加紐西蘭等國家嘛表達嚴重的關切。美國國務院更加聲明講，美國正以前所未有的拍拼防止核擴散。中國卻是顛倒兵，面對共軍雄雄刺射飛彈要恐嚇，總統賴清德嘛譴責。近年來，中國持續在東海、南海以及台海對周邊國家進行各類軍事活動跟灰色地帶侵擾，嚴重影響區域的和平穩定。面對中共刺射飛彈挑釁的起事端，唔但台灣嚴正的關切，更加引起國際怒火。如何維護印太區域的特殊，已經是國際社會關注的議題。